立法委员陈以信、国民党团书记长蔡耀辉、市员林彦照、游盈智、李中勤、蔡宗和、罗坤福、柯志春，30日下晡伫台南市议会联合召开司法无应该为政党服务记者会，质疑郭在清被起诉一冬后无下文，认为司法无咧办是为了总统大选。郭在清这个民进党的总辞委，咱市党部的财务长。参与竞选总统的财务委员，负责台南市的，伊介入罗早了，介入官邸，介入议员选举，议长、副议长、市长选举，我相信，立委选举大家袂误认啦吼，因为趁伫官邸的钱，趁伫罗早的钱，咱免这方面问哦，哎呦，起诉遐久啊，卡都无消息啦。我们希望哦，司法要公平。请起诉一单呢，到这个无消息。发现我们的司法办什么最快，查水表最快然后呢，什么假讯息不利于他们的讯息都是假讯息，然后假讯息呢，通通查水表查水表速度最快，然后办国民党的呢速度最快跟国民党有关的任何案子都是雷厉风行，马上查办。然后呢，一旦碰到跟民党有关的呢，越办越慢，办到呢这个都不知道没有下文办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议员林彦照摕着手帮愤怒指出，郭在清合作对象蔡氏兄弟伫客家区兴业单2笔土地上恶造3.8栋炉渣，搁大力营建废弃物，现在搁伫顶面架设太阳能供电站，批评郭在清根本就是三例。我为什么讲它是三例？炉渣埋了炉渣赚了1例，现在呢埋了什么？营建混合物。好，把营建混合物埋下去，再赚1例，这样就2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3例是什么？成峰搜索成峰这一个工程公司他是跟郭在清专业伙伴这个人是谁？蔡家兄弟立委陈以信表示，郭在清是炉渣甲太阳光电乌件的关键人物，司法起诉一冬无下文。也讲出台南是赖清德本命区，赖清德现在要选总统，较将这贪腐弊案拍甲清清气气，应该向人民讲清楚，一直市调林内为什么会发生炉渣顶重大弊案？也质疑郭在清被起诉一冬司法无动静，敢是因为总统大选，且司法爱展现公信力甲独立性，唔通作为政治拍手甲工具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